盛揚文化耀中華，家校同心樂滿園，校園中華文化主題活動圓滿舉行。盛揚文化耀中華，家迎新春樂滿園。2月14日，校園張燈結彩，師生身着傳統服飾共赴中華文化盛會。活動覆蓋幼兒園至小學，以沉浸式體驗傳承經典，實現文化與素養相提升。幼兒園以主題式教學為核心，推出雙語分級體驗。K1中藥探秘認藥材，製香包。K2新年與京劇做撥浪鼓、玩頭壺。K3青花瓷韻創作作品，體驗傳統遊戲。幼兒在主題探究中文法文化認同。小學聚焦跨學科融合，由中、英、數3科聯動設計活動。中文攤位猜燈謎、品湯圓，數學攤位拼七巧板，挑戰數字華容度。英文課室以雙語傳播文化之美，同學們在集印章、領紅包的歡樂中，深品傳統魅力，珍藏文化記憶。讓我們透過鏡頭，一起重溫當時的溫馨與熱鬧，感受屬於我們的文化記憶。